大师兄林志胜伫昨暗讲出伊个人第305期红不朗退22年的棒球人生做完美的收煞。想袂到呢，但这个林志胜做伙伫咧澳洲这帮拍球的这个前日本火腿队的球星三国军师，也伫咧社群顶头甲祝福，甚至呢，佫甲这个日记翻译做台语打伫下骹。网友讲看到这台湾的祝福，有影是足用心的。从9岁打棒球，打到现在43岁，34年，我没有不舍。未全龙球车林志胜伫即届顶上尾一场引退赛，伊感谢棒球带予伊幸福的生活，哪讲哪流目屎。我很感谢棒球给我的所有的东西，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家族，很好的回报。礼拜引退系列赛上尾一场，林志胜也伫第6局后半场讲出一支轰乱，这是伊棒球生涯第305支全垒打，已经是中华一棒的全垒打王。引退这场比赛，佮追加一支，讲出上有代表性的全垒打收尾。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林志胜左外方向的飞球，距离够不够远呢？这个球全垒打！除了家人马上甲祝福，林志胜较早做伙伫咧澳洲拍棒球的队友，前日本球车西野健士也伫咧社群发文祝福，伊先用日记甲祝福，佮伫下面翻译做台文字，顶面写着：因为有过记着你，我的人生就改变啦。会当搁做伙出赛，我感觉真光荣。对你的记忆，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大文一打落去，遂引起侪网友留话，讲看到台语的祝福，真感动，也真用心，真大心。记者戴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